好，这个是无盐奶油之后蛋黄液150克，15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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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，150，150，150，150，OK。好，蛋黄液跟无盐奶油，先打，然后加入砂糖、盐巴。打发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加一点吃气的香香的。好，继续打哦。手，对不起，打发的奶油。要来加上低筋面粉，把它揉成团喽。啊，按错了，将错就错。再来就是低筋面粉喽。多炖过筛哦。让面团成型。好哦，塔皮成团了，完成了。所以现在要一一把塔皮放进去塑形。OK， 成团之后，我们把它称一下，总共好，这里有1001公克，代表，哇靠！哪一天如果你各位兄弟胖了1公斤，代表你的身体里面多了这些脂肪，知道吗？这一盆1公斤哎，也就是说不要小看1公斤哎，1公斤的这个肥油，哇靠！天哪！好，警惕自己，但下次还敢，因为吃东西真的太幸福了。我们今天有大概60颗要做，然后大概这1颗的塔皮大概是55.9克之类的，所以我再来分一下。其实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啊。先热水加热。番茄，这些馅料全部热水加热。砂糖，鲜奶油。像这边呢，我会把一些残留在里面的鲜奶油，用牛奶把它稍微的搅拌出来，才不会浪费。OK， 刷入来冷凝蛋黄酪。Cheers 片留下，蛋黄糊稍微刮下来。
cheese 片。撕小块让溶解，它这个内馅会变成一个甜甜咸咸香香，很赞哦。等一下处理之后，猪猪要先吃，一定好吃的，绝对好吃。来，今仔日咧介绍各位是花椒粉。哎呀，怎么有花椒粉呢？哎呦，是有经理，花椒粉是不是要直下一下？人家可以直下哦，我们来直下哦。哎呦，是啊，不小啊！感谢那里野里大小姐哈，非常非常的和平的大自然。哦，大概800年哦，没有看过这么和平的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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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？哎呦手滑，哎呦伤脑筋，哎呀手滑怎么这么多啊娘？我告贼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那怎么办？手一直滑呢？哎，手一直滑，哎呦，调皮嘛，伤脑筋怎么手一直滑？哎呀哎呀，不好用啊，哎呦伤脑筋。啊，谢谢 Lady 大小姐，好和平哦，谢谢谢谢。先要来试吃。贴膜，其他这个吃一个就很饱哎。对。对呀。小心翼翼的把它脱膜。我想说，我是等它凉一点再脱膜。我先吃边边的，脆脆，好吃哎，好。